首先電影咧就唔係演員嘅嘢嚟嘅，電影係導演嘅，係畫一張畫面嚟嘅。電影係 montage， 電影係剪接，電影係光影嘅藝術，呢、個佔咗90%。演員本身咧，作為一個演員啊，其實唔應該入戲嘅。如果你入咗個戲咧，你係黐咗線嘅。我哋用 technique 嘅，用好多技術性嘅東西去配合你嘅現場啦、對手啦、對白啦、燈光啦、服裝啦、化妝啦，各種各樣嘅嘢，去做一個 illusion。嗰一樣嘢係 make believe， 嗰樣嘢就等於好似老千一樣啊！阿老千唔係，阿老千真係唔係醫生嚟嘅，老千係呃你錢嘅啫，係嘛？佢都唔會相信自己係一個醫生啊！即係演員都係咁樣，咩老千嚟嘅啫。即係如果呃到大家嘅咁啊，即係祝大家一晚開心啦！有冇？答完。其他演員有冇補充？其他演員冇啊，咁我就最後一題。